咱中村啊，这个所在啊，通人拢嘛知影讲，英啊，你吹过是天下第一的呢。莫安尼啦，我甲你讲吼，这秋兰啊已经将人船洗好啊，米啊浸好好咧等你。恁心不够，你袂晓叫去吹心。你也真爱滚笑安尼。啊，那像因后头厝啊三铁皮一年烫天白米饭都无十落食几顿，免哪有十落吹过，所以这乌汉钱咧。哎安尼啦，英啊，本来是讲哦，店内生意歹今年爱较欠咧。啊，毋过想着讲，赵飞啊要去南洋咧，所以无论安怎，今年嘛都爱办一个较青草咧。啊，过嘛都爱加吹淡薄对无？啊，我伫米咱厝内面都便便的嘛，吼。等，去买一寡菜头转来哈。我较爱食你吹迄个菜头粿翘嘴烟是翘嘴烟若毋是因为讲你真后吹粿恁爸才免咧互你靠。头家，我拢整理好啊，我要来转啊。等，这摕去。头家，我袂用去摕啦。摕去。过年时啊无摕些钱，等下要安怎交代？多谢头家。跳水样你甲我变声梦到今也毋转安怎找有无？四界拢找透透，拢找无人啊。跳嘴听歌伊味起来要互我歹看就对啦。听我啦，你晓找过未？我袂晓啦。老三，阮朋友送我一间茶，专门泡你啉看卖啊。阿爸，互我来试看卖啦。试啥啦？吹粿啊，你敢袂晓？无试看卖，要哪会知影咧？是啦，无试过嘛，免来知影讲啊。我嘛会当斗3工啊。那你咧讲啥？查甫人免会使做查某人工课。杜三，即嘛毋是分什么查甫查某的时阵啦。准阮若连粿都无吹，一定有专庄的人甲咱笑的啦。我嘛会当吼慢一工仔转去，我留咧斗3工啊。哦。阿水啊，来。你甲金矿仔去菜市吼，去买些蚵仔甲菜头转来。小等，菜头会记得加买一寡哈。好。两个我徛踮遐创啥？毋是要吹过，毋着紧去。晓嘴的，你唔转来无要紧，恁爸才看你咧变啥吧。秋兰，你毋是讲你从来捌做过粿，安尼真会搞啊？真有米种造出来呢？你嘛是共款啊，从来毋捌挂过七啊，搁要甲人去南洋参加龙竞队。算的，明年过年的时阵，我起晓就拄好半年，到时阵我一定请假转来甲你斗做粿啦。对啦，迄个时阵哦，咱囝嘛已经大汉啦，安尼咱就当叫伊徛南边啊，看咱两个无过啊。你实在有够纵戆呢！迄个时阵哦，人毋才6个月大，哪会晓行啦？哟，要紧啊，叫伊坐南边啊看嘛会当啊。
你是安怎样？无啦，我是伫咧想，假使粿若是炊了无好食，就糟蹋人的米啊。不会啦，你看，你也看，这米像安尼白泡泡、油绵绵，阮超人的，一定足好食。无正经，品无过啊。你放心啦，是讲吼，这粿若歹食，我负责甲食完，安尼毋就袂讨济啊。啊，若闻到这个菜头粿的香味哦，巴肚就一直咬起来，一直想讲要乌出起来食看卖。好食，好食，好食，好食。大家紧食，紧食。阿爸，嗯，是等阿母转来斗阵食啊？免遐功夫。外面啊，冷死死啦！我才唔相信讲伊有早踮咧外面冻偌久啊！咱食咱的，硬个食，硬个食。金华，来食看卖，袂歹食呢。阿嫂，你实在足厉害的。我刚才吼，我慢一工转去，才通食到这好食的粿啊！哎，安怎？这菜头粿就遮尔好食吼，这甜粿就我袂歹啦。这甜粿即马袂用迄食的啦，这是三十早起要拜神用的。各位啊，无知讲你伫遐下校你做先生啦啊！这规矩你都唔捌，互恁某教死啊！哦，你看卖，就绵绵啊，搁遮尔芳啊，愈食愈爽，一定是要搁甲食落去。小兰，你有够，你有够。恁阿姨啊，我凊彩咧自称讲啥物，伊炊粿是天下第一尔，那即马毋免搁操蛋，伫你的面头前啊，应该甘拜下风啊。死老大！哦，恁新妇炊的粿真好食吼，你着加好我几碗，顶下死再互恁新妇甲拖进来。阿姨啊，过年时啊，你莫讲遐好无？安怎？你也去替因讲话？啊，粿着实在真好食。阿母，你巴肚枵啊吼，我带一碗互你啦。免啦，你留较济互恁大官食啦，快较紧丢着碰风丢死啦！啊，这，卖插咧，当作啥？遮好食的粿，咱食咱的，卖插咧，来，食，来。刘伟，你是摕啥？我毋是甲你讲过，这是要留我拜拜用的，你哪会用的？嘘，较细声点啊！我讲册边仔一丝丝仔尔，心情袂注意啦。安怎？歹食哦？这甜粿吼，比菜头粿更好食呢。来，你莫食一嘴。我袂啦，我惊会互生命处罚。无要紧啦，生命若要处罚，就叫伊处罚我啊。是讲吼，这样食有这好食的粿吼，就算我有生命处啊，嘛有价值。你莫有白讲啦。来，你衫哦，我甲你改好啊，你试看卖咧。手吼，我有甲你改较短咧。笑啦，这摆吼，我真个放心啊，放心啥？无人甲你教，你着拢甲粿炊到遮尔好食，你才会巧着。以后就算讲我无伫你的身躯边，不管拄到啥物困难，你肯定嘛一定有办法解决。那个天啊！
今仔日公所小务课的日本课长甲我讲，讲南宁迄边即马真欠人伫咧，我可能要提早1、2个月去。我头一个就甲你讲啊。即摆我上界惊，就是我可能，真是我都可能咱囝出事。千里路，万里情。天下的母亲白伊个。出来。我三天，我就要出发了。这样你，拢是你家己款。你的记忆无好，都会袂记这袂记迄，我甲你看卖。变啦。袂今我已经拢看好啊，你免看啦。袂用啦，我还是要看卖。出来。出来。歹势啦，讲好也无安尼，我又讲。我搁哭，你身体当然较保重。阿爸应该知影。我等下就要甲伊讲啦，不管是有答应你，有啥物消息，我一定要头一个讲互你知。对啦，才有30块锭，你收起来。这边哪会用的啦？要去遐尼远的所在，你哪用无trả钱？你家己留去用啦。歹讲啊！我去报道的时阵，因就收发一笔钱互我啦。这钱你收起来啦。我无伫的时阵，你还买一寡较补的物件食。也有到时阵你的年水若无够，叫咱囝枵着，你就对不起我。
世音菩萨，请你定爱保庇秋兰，顺利将囡仔生落来。我无伫的时阵，嘛请你保庇因母仔囝平安无代志。你若糟糕安尼啦，是发生什么代志哦？阿多，阿大安那啦？你唔紧讲。阿多出来咯，要死啊啦！真是嘞。千里路，万里情。我的母亲白伊生一个囡仔哀啊遐大声啦！是讲这个玉妃啊吼，毋知用什么撇步，遮紧就互秋兰有心呢。啊，你是搁咧讲啥你？哎，容易啊！你走去报伊安尼，我叫金款去找几步，安尼找无人。啊，多啥？啊，怎啊是？伊遐多。哎呦！金款啊，你走咩人啊？你。太死啦！阿丢！谁啊？阿娘生得真水呢！秋兰生啊！查某啊！查某的啦。查某嘛袂歹，袂歹。多桑，恭喜哦！你做人阿公啊呢？大家，恭喜你啊！哎呦，无采规家伙啊，听到咧大细声休人。啊，休啊到尾啊嘛是一个查某囡仔起，啊有啥物了不起咧？较早去靠你。秋兰，你看，这就是咱查某囝。我本来掠做讲，我无多亲目睭看到伊出世，想袂到，我感觉我是有够幸运的啦。这个查某囝一定是天公伯啊，赐予咱的恩惠。幸运。恩惠，咱就改伊名叫做幸惠，好无？幸惠，乖吼，幸惠。